知名高中以职业类科来出名，特别提前替新生来举办国考体验的课程，要让新生未来开学面对这个学科袂生分、袂惊讲。 学生换和服体验日本文化，另外一边也有学生伫拍电竞，这拢是知名高中为了新生所办的国考实作的体验活动。来参加学生拢表示真趣味。很有趣，然后体验这些活动，对我未来就学的帮助是有一个提前的认知，也让我对我的选择有更多的想法。 知名高中以职业类科出名，这摆现场总共有日文、资讯、餐饮等等13个科系探索体验课程，希望好学生在开学前就使掌握家己未来科系资讯，找到学习的方向和目标。 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